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弟兄妹平安。平安。如果你方便的时候，你可以起立来敬拜我们的全能的真神。那你不方便坐的也没关系，神一样祝福你。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从头来，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吗哪每天为我而降，引领我试炼我活着当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吗哪每天为我而降，出旷野入美地，我一生跟随主到底，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们要立定心志，不要让世界夺去我们的心。立定心志。不要让世界夺取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友善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道
主圣洁光中，不要让世界夺取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再一次宣告，不要让世界夺取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生，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恩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弟兄姐妹，请坐。凡事都能做，靠着主，凡事都能做。看见，依然仰望视角，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视角，心事完全交托，甚至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
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鼓，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是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是软弱的，你是刚强的，因为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做。愿你每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你每天赏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每一天投靠你向前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公祷。首先我们是感恩认罪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来读这段话。教会出现危机，来，一有基督教却无基督；二只讲赦免，没讲悔改；三只有策略却无上帝；四只讲拯救，没讲重生；五只讲天堂，没讲地狱；六只有宗教却无圣灵。好，在一起念。祷告不是功课，也不是责任，乃是恩典跟权柄。祷告不是叫上帝怎样解决问题，是呼求上帝，看他怎样解决。祷告不是跟上帝讲条件来交换我们所想要的，乃是要经历他的同在，认识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感谢，因为他是万主之主，独行其事，他也创造万有，他喜爱公义，然后他救查罪孽，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来思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只有宗教的仪式，然后只有悔，但是没有改，然后我们有人的计划，但是没有遵循上帝的心意，然后我们是不是只停留在道理的开端？我们是不是遵照自己的意思，没有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省察我们，使我们重新得着神的喜悦。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求你来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心是在你面前，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得到求充足的心。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是慈爱的，你怜悯了我们，拯救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办法救赎自己。我们虽然有心想要做好，却是时常的不能。我们感谢你赏赐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一次就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已经靠着主耶稣在你面前得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每一次在无意中犯过犯，我们不要受到魔鬼的控告，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称我们为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不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要透过义的袍看我们为你宝贝，为你眼中的同人。我们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心思都交托仰望你，求主来洁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接下来
们是医治与释放的祷告。我们再一起来念，来，祷告不是将重担拿去给上帝看，然后再背回来，是要将重担卸给耶稣，然后平安欢喜来离开，要学会交托上帝。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主耶稣，邀请圣灵成为我们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将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并且不要再把这个忧虑背回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按手在我们的心上，以及我们患病的部位，向主祈求，也为我们所亲爱的家人祈求，求主赏赐给我们一个身心灵的健壮，并且能够用主的爱去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成为思想的主，情感的主，意志的主，让我们的忧虑卸给神，耶稣，将我们的心，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医治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知道忧伤的心会使我们的骨头枯干，求你医治我们的灵，使我们灵魂苏醒，每天在你的面前。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是软弱的，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气来跟随你。我们特别是我们有线上的兄姐，他们因为身体的不便，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求主圣灵，我们这时候同感一灵，圣灵的医治，这时候临到我们现场，也临到我们线上的兄姐。求你医治我们，使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在你面前重新的站立。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知道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我们为主日守望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祷告不是叫上帝直接赐你能力，乃是恳求上帝给我们机会培养能力。祷告不是用意志去影响上帝，是让上帝来改变祷告的人。祷告不是靠自己努力做工，乃是依靠上帝跟他同工。好，我们这个时候要一同为那个主日，今天主日，特别是为我们小会议长林伯寿牧师以及长职团队，还有我们每一样参与服事的招待同工，还有影音同工，都求主赏赐高抹，使人得益处。好，然后我们要求主赐福今天在第一场礼拜已经信仰告白的那个邱如娟姐妹，还有小儿洗礼佳琪的女儿，好，邱和娟姐妹，还有张怡静姐妹，好，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因为他们在神里面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我们也为儿童的阿卡贝今天的一些训练，还有夏令营的筹备，还有我们今天是圣礼点，那我们的青年周六礼拜是礼拜六圣礼点，还有礼拜六招待训练，我们同心为这2件事先来祷告，第1点跟第2点。好，我们同心祷告。
上感谢每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面前。我们知道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我们恭敬的将邱和娟姐妹、张怡静姐妹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赏赐智慧，使他们每一天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阿卡贝领特有小组、夏令营筹备会，还有礼拜六的圣礼典、礼拜六的招待训练，这些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有谋划的灵，也求你圣灵来带领，因为若不是出于神，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第3点，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为松年大学来代祷，求父神带领3月11到13，下礼拜1到礼拜3有松大的注册，一切都顺利，每一位参与的同工有主的眷顾跟保护。然后我们的银如干事他明天开始要请那个产假，在他待产期间，有我们的资讯干事洪一凡，还有我们的社区干事谢心怡，他们会来支援协助，求主保守本学期顺利运作。在开学期间，求主使同工能够圆满的互相配搭，让老师跟同学都能够在教会的氛围内对教会的课程有好的印象，从而感受到主的爱。我们同心为松年大学来祷告。感谢，因为你应许我们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将这许多的属灵长辈，还有社区的长辈赏赐在我们中间。求主带领下礼拜1到礼拜3的松年大学的注册，保守每一个同工都能够顺利，保守每一位注册的同学都能够在教会的氛围下，他们不止他们在知识上获得饱足，他们在灵里面也获得主所赏赐的喜爱。我们也恭敬的将银如干事交托仰望主，求主保守他在待产期间有主的护庇，使孕妇跟胎儿都同得主的带领。我们恭敬将松年大学交托仰望主，这是一个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大学，求你施恩眷顾。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用华语的主导文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报告。好，首先我们感谢我们的小会议长林伯寿牧师，他是宏恩教会的主任牧师，今天前来帮助我们主持圣礼典还有讲道。好，接下来。我们在第一场已经信仰告白是邱和娟，她的小名是杨兰，她是属于16小组，还有张怡静，她的爸爸妈妈是东琪跟佳琪，恭喜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好，接下来，好。那这个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空出来。我们在3月24号，第4个礼拜，在早上9点半，在这边只有1场的礼拜，要召开临时合会，那进行我们第6任主任的投票，然后中会会派人来监选，然后会员的名册，大家请看公布栏，如果有要异动的倾向，那个在3月17之前向敏哲长老提出。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来参加的，那请在3月23之前跟小组长请假。好，接下来。
好，那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时间很紧急。因为我们3月24已经改成那个会员和会选举，所以我们原定的清明追思礼拜就是要提早1周到3月17号。那所以那个追思卡，如果是在去年过世的亲人，你就还没有写过追思卡，那请赶快的填写追思卡，然后交给曼双干事。那如果在去年之前已经写过追思卡的，就不用再写哈，请特别请小组长通知组员，就是3月17号是那个清明追思礼拜。好，下一页。好，那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好，下一页。好，那明天感谢那个宋辉长老非常辛苦，他要参加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7届通常议会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举行。好，下一页。好，那我们第6组那个谢松南老师的妻子黄素清师母，已经2月23离世，享年85岁。那在3月16，礼拜六9点半在中坜御殿园举行安息礼拜。那福音车是，好，福音车是8点40哈，福音车它是9点半。礼拜，那福音车是8点40出发，说要搭车的人请跟张玉主任登记。好，下一页。好，那我们也一样是第8组，是第8组的陈世新弟兄，他是2月26，蒙主恩召，享年72岁，在2月29完成入殓火化，然后3月7号10点是在那个卢主生命纪念园区举行树葬礼拜，求主安慰的领域，与主同在，也感谢林牧师都全程的参与，谢谢。好，下一页。在这之前呢，等一下寿星请起立接受祝福。然后在这之前，我有2个补充报告。第一个就是3月16，也就是那个黄淑清老师他那个告别礼拜那天，我们在本堂有举行陈柏志牧师的信徒讲座，所以还没有报名的，请赶快跟小组长报名。好，那第2个补充报告是新眼光还有研经释义的第2季是登记到今天，请赶快报名。特别是陈柏志牧师他推行的是新眼光，而且新眼光我们教会是免费的，因为我们教会有对总会奉献。好，那所以也是登记到今天，请大家特别注意。好，我们这个时候请3月份的寿星起立。我们生日歌一次唱华语，一次唱英文。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们一起来祷告。昔在、今在、永在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好让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主要让我们天天享受在主你的同在当中。主，我们也要为3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交在上帝你的手中。主啊，你是他们的牧者。主啊，愿你赐福他们，就如同大卫一样，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处无不经历耶和华你的同在。祈求主，你用你的冠冕成为你的恩典，成为他们年岁的冠冕，让他们天天每一个时刻都经历你的信实和美善。主啊，愿你使用他们的生命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谢谢你将我们的感谢和祷告奉献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来宾介绍，有吗？好，没有。好，那接下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预备，请。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章22节，再一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并不加上忧虑。
箴言10章22节。好，接下来我们是要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你使我们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让我们福杯满溢。清晨的时候，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赞美你，是何等的甘甜。现在众儿女们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你所赏赐的时间、才干、金钱。求主悦纳，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我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出埃及记15章22节。后来，摩西领以色列人民离开了红海，来到苏尔旷野，在旷野中一连走了3天，找不到水喝。人民向摩西埋怨，问他：“我们喝什么呢？”摩西使贴的在地上捡。他说：“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如果你们服从我，做我认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命令，我就不用那惩罚埃及人的疾病惩罚你们。我是医治你们的上主。”好，接下来是讲到我们请小会议长林伯寿牧师来讲到，题目是从马拉到以琳。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刚刚所攻读的这段经文，一起来思想从马拉到以琳。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每次的敬拜的当中，我们都能够与主有美好的相遇。当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一开始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方受到苦待，所以呢，神
在那个时候就要带领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这个地方，但是呢，每次埃及的法老王都反反复复，然后要或不要。后来上帝非常的生气，就降下了10灾。后来也透过10灾，让埃及法老王经历上帝的全能之后，那法老就不得不允许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离开埃及之后，法老的心又开始后悔了。他就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就开始后悔，所以呢，就派了埃及的军队，然后呢来追赶这个以色列百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埃及的军队逐渐靠近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非常的惧怕。那为什么会惧怕呢？因为当时的环境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一个环境，因为前面有红海，后面有埃及的追兵，那两边都是非常这个险峻的这些的山路，就是这个山林所拦住。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族长这个摩西就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上帝就吩咐摩西说，要以色列人继续往前走，然后呢，神要他来举手这个向海伸杖，然后呢，红海就分开了，那地就干了，所以以色列人就从那红海走过去。然后呢，埃及人看到，他们也想要从那个当中走过去，但是没想到，当他们踏进到那干地的时候，水就合起来了，那埃及的军队就全军覆没了。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非常的高兴的不得了，他们在那里欢呼赞美上帝。那第15章的第13节，他们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我们看到，哇，这是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经历，也是他们信仰很深刻的一个表达。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过了3天之后，然后呢，发现在行走的当中，发现没有水了，他们就开始的抱怨。然后呢，后来到了马拉的地方，有水，真棒。可是呢，那个水是苦的，所以呢，他们就整个百姓，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说，以色列百姓就整个人就发狂了，然后就开始怨声这个载道。我们从这个背景当中，我们会看到曾经有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他就说一个人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谁呢？他说一个人最危险的就是自己的口舌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从他们所说出来的话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们完完全全的否定或质疑的上帝的安排跟全能。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埋怨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人为什么会埋怨呢？我们常常说不如我意，跟自己的期待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抱怨。但是我们如果从这段经文的背景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抱怨所表达的是凸显出以色列百姓内心的对上帝的不信，他们的内心离开了上帝，他们离开了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那我们到底对上帝的相信是不是真的相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口里所说出来的话，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心里头有对上帝的相信。那特别从哪里口中的什么样的话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从我们口中是否常常说出埋怨的话，可以来看出我们对上帝是否有真实的相信。所以我们说这个埋怨，其实这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内心的一种不信。但是我们如果除掉对上帝的不信的时候，即便我们遇到了没有水喝，即便遇到了这个水可以喝，但是是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让撒旦偷窃了我们神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在这个背景的当中，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有几个很重要的信仰的学习在我们当中。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环境常常会显露出我们一个人的信仰的实际的状况，环境会让我们显露出我们真实的一个信仰的状况。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红海的那边经过红海，然后看到埃及的军队都这个淹没在红海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大大的赞美上帝。但是他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到了马拉，发现水是苦的，不能喝。我们看到3天前跟3天后有很大的不一样，一个是大大在那里赞美耶和华上帝，然后呢3天后却在那里抱怨、争闹、埋怨上帝。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人的软弱常常就是被这个眼前所遇到的难处给困住了。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没有经历到上帝的全能？有啊，他们3天前才经历上帝把他们从红海当中来带领过来。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有经历，但却忘记了上帝，所以以致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的信仰的本性就显露了出来。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2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曾经跟门徒说他要受难，而且呢，他在第3天要复活。那耶稣的这个常常代表门徒发言的这个彼得，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然后呢，彼得就讲了一句非常有信心的话，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就是必须和你同时，也总不能不认你。”我们如果听到别人跟我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哦，好有信心，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在耶稣最黑暗的时候，在大祭司的院里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环境就把彼得的信心显露了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使女说：“你素来是跟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他却不承认，他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很讽刺吧？哦。后来又有一个仆人跟他说：“你也是和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后来他又被说他是跟耶稣一起的，可是他说：“我不承认，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一个人。”我们看到在那一个大祭司的院里头的环境里面，把彼得的那一个信心试验了出来，显露了出来。可是相对的，我们会看到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尼布甲尼撒王这个当王的时候，他就立了一个金像。他告诉当时的人说，如果这个乐器的声响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拜，跟那个金像下拜。但是如果没有下拜的话，就要把他们放在烈火的窑中，让他烈火把它这个烧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环境的当中，但以理的3个朋友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上帝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看到那个烈火的窑，就把这3个朋友的信仰的状况来显现了出来，也显现了他们信仰的实际啊。所以彼得跟但以理的3个朋友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从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当中，我们回到以色列百姓遇到环境没有水喝抱怨，有水又是苦的时候抱怨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是，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不是建立在环境的当中。那如果我们把信心建立在环境上的时候，当这个环境跟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就因此而整个崩溃掉了。所以我们看到也显出我们信心的软弱，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很多时候环境是让我们显露对神的信仰的真实的景况的一面很重要的一个镜子。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是像彼得一样，还是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一样呢？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更深的领受和思想。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会常常觉得说很苦，但这个苦往往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境。那有一个学者巴斯特，他就说，障碍跟机会的差别在哪里？他说，在于我们面对他的态度。他说，每个机会都有困难，每个困难都有机会。然后他就从这句话里面，他提醒我们说，
态度常常是决定我们会不会被失败给击垮，或者是被激励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从8次的说话里面，他提醒我们说，重要的是问题对我们内心的影响，而不是问题本身。问题对我们内心的影响，常常会显出我们的这个反应。以色列人他们看不到上帝的全能的帮助，那他们只看到难处的困难，以致忧虑，就大发的怨言。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埋怨，会觉得苦，是因为他们心里头的那个怨的心境，而不是环境。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被苦待、被剥削，然后呢没有自由。当他们得到自由的时候，到旷野的时候，又觉得非常的苦，然后就埋怨了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名，叫苏尔这个地方。苏尔这个地方是从埃及到巴勒斯坦之间的一个沙漠。那我们知道沙漠没有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好，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却因为这样而心里头埋怨。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也是司布真牧师，他就常常提醒我们说，快乐的心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事物，乃是在于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一切。那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位常常提醒我们生命的经历的黄美莲的这位姐妹，她是一个残障的一个姐妹，但是她曾经这样讲过一段话，她说：“我的残障是不能改变的事，但是我绝不能够让我的残障击倒我。因为如果为自己的残障而怨天尤人，这根本是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更何况让生命过得有趣、有意义，这是我的责任。”我们看到黄美莲姐妹，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一个人的内心、心灵能够得胜的话，就会带来环境的得胜。所以我们说，常常问题的重点不是在这个问题本身，是问题对我们内心的影响。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发现人会觉得苦，是因为我们常常只想到没有的，没有想到自己有的，只想到自己失去的，却没有想到自己得着的。我们常常只想到负面的，没有想到正面的。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眼光跟角度就有一个调整，我们就改变的心境，我们就学习少一些埋怨，多一点感恩，多看自己有的，少看自己没有的，多看自己得着的，少看自己所失去的，多看正面的，少看负面的。那我们学习不跟人去做比较，那我们就能够从一个看起来非常险峻的环境的当中，能够来经历神的得胜跟美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所看到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那第三个，我们会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境，可是这次困境当中却是我们经历上帝同在的一个机会。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拉撒路。那拉撒路是耶稣的好朋友。那后来拉撒路不是生病了吗？然后他的姐妹们就请人去跟耶稣说，我的这个弟兄生病了，请耶稣赶快来医治他。可是呢，这个过程当中有耽误了一点点时间。可是当耶稣到了拉撒路家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然后呢，他的马大跟玛利亚说：“主啊，如果你早一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的弟兄就不会死啊。”可是主却告诉他说：“你们若信，耶稣说他不是死了。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果然，我们看到的是后来主耶稣让拉撒路死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马大跟玛利亚或者是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拉撒路的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跟挑战。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却看到有一个学者叫这个雷斯，他是一个爵士，他说我不喜欢蓝官，但却喜欢蓝官所给我的机会啊。不管是拉撒路也好，或者是以色列百姓也好，我们就深深的发现到说，每一个机会，每一个蓝官，都是让我们遇见上帝，看见上帝荣耀作为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碰到没有水喝，碰到水是苦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难关，但是他却没有看到，这是一个去经历与主同在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看到了不一样，当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埋怨的时候，摩西只单单做一件事情。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呼求耶和华。我们看到，当他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就像雷斯所说的，他不喜欢摩西，不喜欢难关，他也不喜欢以色列百姓抱怨啊，但他却在那个难关当中看见了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个困境和回来的当中，摩西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反应。我们看到他就怎样呢？他就心安静，口不说急促的话，脚没有乱走乱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心就不安静，常常会讲错话，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随便的去做某些的决定跟这个处理。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不一样，他呼求耶和华上帝。我们看到摩西借着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受到上帝的拣选，然后一路上过来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难处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一到上帝的面前，他的困难就有了出路。他知道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是去经历上帝同在的一个记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摩西的经历当中，我们知道难处是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去支取上帝同在的方法。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去经历支取上帝同在的方法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确定的时候，我们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了不一样的反应。我们常常说，我们的里头就不会有怎么样呢？就不会有绝望的情绪，我们里头就不会有这个害怕，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是让苦变为甜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喜欢难关，但是我却喜欢在难关是成为我跟你同在的一个机会。我想这是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跟提醒。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学习是，神是我们在多变的环境的当中，我们说神是我们使苦变为甜的出路。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说，在多变的环境当中，神是我们生命不变的方向盘。我们知道方向盘的台语叫做韩德鲁，对不对？我们看到韩德鲁会影响到我们前面到底要往哪里，往左往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说，在以色列面对一个多变的环境的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是以色列百姓的方向盘，然后是他们的出路。从此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两边都是重重的山岭的时候，神在提醒我们说，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只看在那一个环境当中。神要我们学习的是，要注目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一位能够把这个困难转移的上帝。当我们注目在那一位能够把困难转移的上帝的时候，危机就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的转机。有一个学者叫史多德贝克，他就在他所写的心灵的地图当中他就讲到说，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人生。他说，人的人生是一连串难题所组合起来的。我相信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主说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生是一连串的难题所组合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韩德鲁方向盘，我们才能有可能从旷野当中来脱离出来。而对我们来讲，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常常去面对失望、面对困境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信得过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会常常反省自己说，我们真的信得过上帝吗？我们看到，当我们是否信得过上帝，而且因着信，以致我们就能够按着上帝的吩咐，
我们行出顺服的行动。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摩西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他当呼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却告诉他一件在人的理性跟经验里头或知识里面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个碰到了有水这个水却是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却要摩西去做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棵树，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成甜了。如果是有人跟我们这样讲，我们说这个水是苦的，然后呢叫我们把那一个这个树丢在水里面的话，就会变成甜的。我们会觉得他讨个派气，一定会啊。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他信得过上帝，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不只是信得过上帝，他还行出这个对主的相信的顺服的行动。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在超越人的经验跟理性的事情就发生了，果然那个水就变成了甜了。我们看到就有了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改变了。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下一个停靠站就是以琳，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12个清水泉，有70个这个棕榈树我们看到从马拉到以琳这个距离远不远？其实没有很远如果用公里数来看的话，只有11公里，很近。我们看到1天的时间就可以路程就可以到，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竟然不晓得距离是那么的近，因为他们没有走过这样的路。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旷野的路是上帝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要继续的坚持下去，然后我们就会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带来转化的改变。摩西他不是他很厉害，摩西他不是因为他有知识以致他有把握。摩西之所以能够这样去经历上帝的大能，是因为他按着上帝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常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遇到这件事情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很多。但是我们却真正的感受到说，其实属灵的事情容不容易？其实简不简单？其实属灵的事情，我们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其实是很简单。那怎么样的简单呢？就是把每一个相信主人都跟从神的话去做。每一个信主人如果跟从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属灵的难处了。很多时候，神跟我们说要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的经验理性就为神的吩咐做了一些的判断。就像那12个探子要去推迦南地的时候，有10个回来，那主流派的就说我们不可以去因为他们长得很高大。然后呢，他们就像巨人，我们就像是蚱蜢一样。他们用他们的经验理性，然后去看待上帝的应许。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跟迦勒不是从经验跟理性来看待上帝的应许，来看见他们所看见的。他们说我们上去，因为那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我们接受上帝的话语的权柄，而且行出顺服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马拉，然后转为以琳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也是摩西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所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的你，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生命当中的马拉的当中？我们觉得好苦可能工作上很苦，或者是家庭碰到的问题很苦，但是可能我们觉得说我们可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但是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看见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我们要学习的是顺服那一位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会经历从马拉到以琳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当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继续走在神所吩咐的道路的当中。有一首诗歌说，我知主是掌管明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们知道主掌管明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生命的旅程就可以继续往前继续的来行走。每一个旅程都让我们经历上帝丰盛的美好。
最后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失望是上帝与我们的一个约会啊。好，然后他说，失望是神用来成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宝贵的事实，就是经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我就觉得这段话带给我们信仰有很大的省思，也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失望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约会，失望是神成全我们生命当中去经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宝贵，如同摩西，如同保罗，如同许多信仰的伟人一样。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超越环境跟心境的捆锁，完全在于我们一个人属灵的高度。我们看到一个人属灵的高度会决定我们的态度，那我们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带出属灵的广度、深度还有长度。愿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学习，我们都是属上帝的儿女，然后我们也信主很久了，我们却学习不要根据环境来做判断，让我们依靠他才能够拥有超越环境的信心，我们才有可能来经历上帝的同在的安息，经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力量。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也不明白，但是我们不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埋怨，因为我们知道神他都掌管一切。愿神透过今天早上他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行走生命历程当中的帮助和带领。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神他自己的话语，凡事都能做。我们要请我们同工来帮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甚至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和挑战，许多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和危机，但谢谢你，让我们从神你的话语的当中，从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才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和出路。主啊，当你的话在我们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啊，你的话就坚固了我们。
主啊，你的话就成为我们面对各样困境当中的答案。主啊，我们要特别为饥饿的人祷告。主啊，因为你说你就是那生命的粮。主啊，我们要为那处在黑暗的人祷告。主啊，你对他们说你就是那世界的光。主啊，我们要为那没有安全感的人祷告。主，你对他们说你是那羊的门，你是好牧者。甚至我们要为处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面对死亡的威胁跟挑战。主，你说你就是那复活与生命。主啊，你对没有归属的人，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真知道主你是那真葡萄树。主啊，你是我们困境当中的出路跟答案。主，当我们愿意相信依靠你，我们就能够在混乱的当中经历你的得胜。主，愿你透过今天早上的经文，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不再将眼睛定睛在难处上，而是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我们相信我们人生当中虽然有这个难处有困境，但这是我们与你经历你同在的机会。主，我们就有力量继续行走下去，来经历从马拉然后进到以琳的丰盛，以及你完全的供应。主啊，愿你的话激励我们，复兴我们，眺望我们，继续行走在你的道路的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欢迎还属于他的教会，按照已经接受坚信礼或受洗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我们来听主耶稣对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来得着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领受主圣餐的时候，就让我们再次来听主设立圣餐的教导。就是照保罗所说，我当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饭后也照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当主的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拿饼祝谢，所以我们也奉他的名学习他的样式，来向爱我们的上帝来献上感谢。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这次宴席，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而分享你的身体和宝血。以你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在恩典中得着成长，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对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耶稣他也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主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来纪念我。我们请服侍的长老来帮助我们一同来领受。
谢上帝的恩典。到每次领受主圣餐的时候，就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主他十字架上救赎的爱。主在我们的身上添加的神的救恩，减去了我们的罪，更让我们从万人当中被分别出来，也让我们经历神将那得救人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拿到之后，我们可以把外面的包装先行打开，方便我们等一下一同来领受。亲爱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他。主耶稣，他也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我每当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一同来领受。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成为培育灵魂真实的食物。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是你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是你蒙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当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求你鉴察接纳我们，求你用你的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与你建立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一起起立来唱诗歌，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
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靠着做。那加给我力量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我的骨，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指引，我凡事都能做。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那神有盼望的上帝，依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又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你们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